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南韩会谈，头尾100分钟达成这项共识。一个伫 ASUS 上班的中国配偶洪伯讲，伫面册经营解放军社团煽动武统检举公司的董事主管有歹毒的行为。苏丹内战这2年半，即马传出武装团体大屠杀，联合国相关机构指出，超过460人被杀害。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南韩会谈，头尾是讲100分钟。川普了讲，这场会谈满分10分，伊拍12分，好，这12分有讲啥？川普讲习近平会真拍拼来阻止芬太尼流入去美国，所以美国决定甲芬太尼的关税减10%。好，中国即马商品进口到美国，规个这个关税呢是对57%降到47%，也这等话着中国会甲美国买大刀来这个供应美国稀土。也川普表示讲，每年的4月会来访问中国，推动愈济的贸易合作。习近平嘛讲也回访美国。也这边咱是真关注讲，这2个大国咧会谈，敢有讲到台湾？川普讲无，是讲到罗西亚甲乌克兰，讲美中会合作来阻止战争。好，这场满分10分，川普拍12分的会谈结束了后，所无做伙开共同记者会。实际上，敢真正是12分，也是有变数，这个来观察。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successful meeting, I have no doubt. But he's a very tough negotiator. That's not good. 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而且伫媒体面头前强调2个人关系真好，就算翻译都伫现场说明。不过习近平听到了后，自头到尾拢无啥表情。美中领袖的会谈伫南韩釜山金山空军基地举行，这是川普第2届总统任期以来头1届甲中国领导人会谈，嘛是6年来头1届见面。川普一个开场就学了习近平，是中国这个国家伟大领导人。习近平嘛表示，真侪年了后，佫见到川普是真欢喜。嘛讲全球2大贸易体，久久啊加减会到达，是真殊常。I always believe that China's development goes hand in hand with your vision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Our two countries are fully able to help each other succeed and prosper together. 了后，2个人闭门会谈，差不多1点钟40分。会议结束了后，2个人互动真密切，而且有讲有笑。不过会后并无共同举行记者会，是到直接离开。川普伫咧空军1号顶悬讲，已经甲中国针对进口黄豆啊、稀土甲芬太尼的问题有共识。I've agreed, as you know, I put a 20% tariff on China because of the fentanyl coming in, which is it's a big tariff. And based on his statements today, I reduced it by 10%, so it's 10% instead of 20%. 川普讲，这个减税会随成效，代表中国外销商品去美国，整体关税会为57%降到47%。另外，有关稀土的问题，目前拢已经解决。川普也阁讲，有甲习近平讲到晶片的问题，不过并不是上先进的 Blackwell， 是辉达晶片。嘛承认讲，伫会议当中并无讲到台湾的问题。而且安装伫咧明年4月份访问中国，也若针对双方伫咧贸易的合作甲其他重大议题，这一届嘛有互相交流。就伫咧川普访问亚洲各国的时阵，罗西亚总统普丁宣布成功测试核动力水底无人载具。川普知影了后，嘛随伫咧30要求战争部伫咧平等的基础之下，开始测试美国的核子武器。公视新闻，陈思彤编译。好，川普甲习近平伫咧南韩的会谈结束。美国、中国2边拢无讲到咱台湾，不过美国媒体 CNN 伫咧川普甲习近平见面会谈进前，是引用消息人士指出讲台湾反而讲美国会改变支持，风声讲要甲驻美代表吕大雷换掉，这敢有影？外交部长林佳龙讲无，强调台美之间一定有咧直接。美中领导人川习会总算伫韩国上场。会前，川普讲一句“台湾就是台湾”，引起讨论。对这代志，咱外交部长林佳龙讲，对于台美关系有信心。台湾跟美国的关系是建立在《台湾关系法》6项保证，以及非常密切的，包括安全、
经贸、科技、文化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虽然伊国声明台美有密切的沟通管道，不过传习会前，美国媒体CNN刷因消息人士的话指出，台湾政府内部当日考虑调整驻美代表人数，上准如代理。林佳龙是讲，必要的代志免想伤济。台美政府之间的沟通管道很畅通了哈，驻美的人士我们并没有启动任何要调整的程序。OK。那目前呢，因为美处的功能也发挥得很好。所以我们没有打算要这个召回驻美代表于大雷大使，没有。目前没有。对外界指期，川普可能会为着甲中国大宣部的协议出卖台湾，连美国联邦众议员克里斯纳姆斯呼吁川普坚定立场，维持美国多年以来的对台承诺，包括美国的一中政策、对台6项保证等。I believe that Taiwan, for instance, should be off the table. That should not be a topic of discussion. 不过1点钟40分的传习会，川普亲身讲无讲到台湾，嘛无讨论。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分析，以台美中间的共识，双方的往来甲军购，拢袂是甲中国谈判的议题。这届同款无脱离原来设定，台湾也是互美国当作是重要的国家利益，无提出来互习近平玷污人。这次川习会，据我们所知道，应该是台湾的问题并没有包括在内了。目前没有更多的讯息提供。那之后可能会有相关资讯释出，我们也会密切关注。我们会努力也请国人一起，我们把台湾顾好、守好，全世界就会更珍惜台湾的重要。外交部表示，除了持续密切关心美中高层的活动进行，对美中会谈、台美中间同款嘛是保持联络。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好，甲台湾顾好、守好，这真重要。因为中国迄支手伸入来到咱台湾，这是确定的。有一个伫爱苏斯上班的中国配偶红标讲哦，伫咧面册经营解放军社团、煽动武统，佮检举公司内底的董事主管有歹毒的行为。陆委会今日证实讲，已经废止伊的台湾身份甲户籍。另外，中国讲要查民进党立委辛漂洋涉嫌分裂国家这个犯罪。辛漂洋认为讲，这款危险袂是伊一个人。嘛，包括一般的台湾人。大家不要忘记哦，他们甚至连检察官跟法官都可以进入到他们的一个惩戒的范围，所以这个危险呢，并不是发生在我身上而已。讲家己恐惊袂是唯一，民进党立委辛漂洋去中国重庆公安局发布通报立案调查，指控伊涉嫌分裂国家。根据外交部的报告指出，中国目前已经甲罗西亚等超过60个国家签订刑事司法合作条约，甲60外国完成引渡条约的签署，恐惊会变中国甲别国施加压力，要求引渡台湾人。还是外国公民的港股。换言之，就是说，像王委员或者是说沈博阳委员，是他们也只能到友好国家去。这种威胁呀，是引起全世界大家都是认为是一个威权扩张。要如何因应？要如何应？如果我们不断的在宣导，然后也跟友好国家，其实在不断的针对这个东西交流。外交部表示，已经正在解通电国驻外管处，加强防范甲因应中国跨境镇压，也是长手管辖的可能性，会看情形调整旅游警示。中国持续透过发布处罚名单、制裁措施，佮扩大对象，为台湾政要渐渐延伸到军方、受制裁人员的家属，也有企业等提供赏金。一个伫花市城楼路的中配前地，互人伫面册也讲经营解放军社团、鼓励武统，佮伫公司举报董事甲主管支持带头等。陆委会3周头一届证实，已经废止伊的台湾身份甲户籍。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在我们国家的境内恐吓中华民国的公民，思想检查。他还在电梯里面张贴中国法律。我们在8月25号已经请移民署废止了这个前女他的这个台湾身份跟户籍然后回到居留的状态。我们也在8月28号的时候已经办妥了他的这个废止登记他的户籍的这个部分。你来这个国家不是为了爱这个国家，是为了消灭这个国家。我们就可以剥夺你的国籍，前例就是一个好的例子。是。那伫国内，陆委会嘛提醒个人去兑换，除了爱注意风险，嘛爱会记得使用动态登录系统，因为敢若为旧年元旦到今年10月底，已经有接到拢总233人失联，互人留落来检查，也是好亲像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还佫袂少无公开的人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即马台湾逼非洲 DJ 为着要防止非洲 DJ 对电商平台入来到咱台湾，财政部今日宣布讲，对11月15日开始，货物进口这个简易申报单，拢爱写电商平台，也是讲境外私人及运输的资讯，安尼做才会当来对查源头。
非洲地质防疫进入关键阶段，为了强化边境查验，政府全面升级防治措施。财政部宣布，为11月15开始，快递货物进口检疫申报单，拢爱申请电商平台，还是境外私人集会商资讯。若是查到旅客，还是邮包验出检疫物，相关会当罚100万罚款；快递货物相当会当关7年，并扣300万罚金。高风险地区来的入境旅客已经是100%的X 光检查，进口邮包、快递货物也都是100% 的 X 光检查。另外，风险数嘛当地研究，机场3核会全面变严，未过以红青线风险来分疫区还是非疫区入境班机，该做拢爱查核，搁扩大执行电工扫描所在行李，不过旅客反应差真多。之后有调整这方面的规定的话，其实就尽量看一下买的东西的成分之类的。从日本回来又要检查的话，我觉得是蛮麻烦的，蛮扰民的啦。不过，真正有网友伫社群平台打文讲，家己为马来西亚返来台湾，拒绝手关行李做地质检查，因为无法完，海关嘛无挑拦。针对高风险国家旅客手检皮包，没有强制，旅客可以拒绝。那这个就是最大的漏洞啊！那这个手检区的目的是，如果你经过这里检查有疑义或者是猪肉的产品，你马上弃置，那这个不会受罚。若是强化境外未落地电商管理，像讲拼多多、淘宝，数位部要要求主管平台落实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规定，无依照规定办理会当裁罚。针对违规的广告，会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邀请业者研究限制投放的措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讲有一个医生伫咧社群网站写讲，厝内面的人带囡仔去坐高铁，囡仔无哭无闹，说服服务人员劝讲爱较细声咧。高铁以外即个地下看到宁静车厢的即个文宣，好，即马高铁的讲话啊，回应讲即个劝导措施无包括囡仔，也即个月13开始已经换文宣的内容。伫社群网站分享出来，人伫30载起坐高铁117次的列车对台北去左营，迄当中囡仔的妈妈无想要用手机来往囡仔，摕出7头米，互2岁半的囡仔耍，发出声，互高铁的服务人员劝导。他玩那个玩具总会有声音，然后他玩一玩也会讲话啊，妈妈你看这个什么之类，可是他没有吵，没有哭，没有闹，没有尖叫。但是他虽然很客气，他就是弟弟乖乖哦，弟弟乖乖哦，要小声哦，不要吵哦，这样子。他是口头劝导我，可是小卡确实从头到尾拢伫迄车顶管。囡仔的妈妈讲，家己是对下港去台北的，定定坐高铁，这已经是宁静车厢上路以来，伊带囡仔互劝导的第3摆。第一时间，伊伫家族的群组内面发文在嗨，真侪网友嘛认同伊的看法。其中一个是这个月27对南部后头厝往北的妈妈，讲伊和囡仔嘛互劝导。基本上就是头碰头，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手掌的距离在讲话。忽然间就有一个站务员，他就亲身过来跟我们讲说，不好意思请你们小声一点哦。台湾高铁是发出声明，重申执行车厢宁静文化以来，已经声明相关劝导措施，并无包括囡仔、红婴仔、幼囡仔，是其他亲像破病这明确的因素，去影响到自主能力旅客的行为。服务人员拢用关怀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安慰，为了避免误会，13开始宁静车厢的文宣嘛提掉。那我觉得每个人对音量的可接受度是不同的。所以，我可以理解有些人会觉得不舒服。一点点一定可以啊，如果是大吼大叫，一直常常就是父母亲如果不管这种，就有点麻烦。有一些多元的乘客，他有多元的选择啦，就不是说刚性的要求说每个车厢都是这样子。学者认为讲无共族群有无共需求，真歹拢顾到，高铁当考虑用无共车厢去加分，而且甲权利义务说明清楚。国外嘛有亲像这种做法，亲像有做工课的车厢，也是会议的车厢。记者综合报道。以下停火协议今日准算，停战无到20天，以色列又搁空袭加沙，有704个人死亡，当中有46个是囡仔。已经和炮火摧残甲激烈的加沙几啊路，有一寡巴勒斯坦人就来摸一寡用面包包的尸体，看出来是囡仔。In a wave of Israeli airstrikes across the Gaza Strip are appalling. 美国总统川普离高讲，无任何代志会当威胁破坏停火协议。以色列离北韩对加沙进行空袭，造成重大死伤。以色列是指控哈马斯伫拉法进行攻击，造成1位士兵死亡，违反停火协议。空袭加沙是替死亡的士兵讨公道。国际社会预计停火敢讲是讲好算的。
Early Wednesday, Israel announced a halt to the bombing. It said that the ceasefire was back on track. Much of this appears to be the work of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been the key mediator. He says he recognizes Israel's right to respond to attacks on its troops, but he also made it clear that he expects this ceasefire to survive. 以色列军方29中昼讲，有接到政治领导层的指示，爱恢复停火，英国也会随时准备对付对方的违规攻击。在此之前，因攻击加沙的目标有超过30个，拢是恐怖组织内面掌权的恐怖分子。到目前，哈马斯强烈谴责以色列找借口继续空袭加沙，也讲因有遵守停火协议，并且指控以色列至少违反停火协议125遍。埃及加卡达伫这边调停做中人。卡达总理穆罕默德讲，虽然这边加沙各发生战事，不过以下双方拢认为停火应该继续。若是利贝暗时这边的攻击，搁一直发生，那呢停火就真正敢若是讲好算的尔。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苏丹内战这2年半，即马传出讲有武装团体大屠杀。联合国相关机构指出讲，这个武装团体杀害超过460人，也这个人是病院内底患者甲家属。实际上，失踪人数到底有偌济，即马也无法度完全统计。这是进前武装团体 RSF 公布伫社群网络因翕家己的影片，会当清楚看到涂骹有一大堆红枪杀的人员的尸体。RSF 的人员是对空中开枪表达庆祝。本来伫21世纪初期，达夫危机了后，轰纳入苏丹政府军的 RSF， 伫2023年4月爆发上新一波的内战了后，就和政府军脱钩，而且互指名做恐怖团体。伫2025年的顶半年，政府军虽然伫东部的首都克土木有优势，但伫西部的达夫地区 ，RSF 是持续攻入去。伫10月后半个月占领法西尔，接落来就传出真恐怖的屠杀的行为。We were horrified by reports of the tragic killings of more than 460 people, both patients and their companions, at the Saudi maternity hospital in El Fasher. This follows recent attacks and the abduction of health workers. Prior to this latest attack, our colleagues at WHO verified 185 attacks on healthcare in Sudan, with 1,204 deaths and 416 injuries of health workers and patients since the start of the conflict in April of 2023. 对外界的传闻和指控 ，RSF 的领导阶层并无否认有屠杀的事件发生，但是说讲，迄是部分的官兵军纪失控造成的。صحيح مسيرات شغالة في الناس ما خلت الناس يشتغلوا ما خلت الناس يقوموا بواجبهم لكن الآن لجان وصلت الفاشل لجنة التحقيق تبدأ فورا في تحقيق ومحاسبة أي جندي أو أي ضابط ارتكب جرم أو تجاوز حدوده في حق أي إنسان。因为武装团体控制当地，通讯和交通是完全断去。外界只会当对卫星相片和逃去外地才难民讲的去探听大屠杀的状况。另外，这个事件到底有偌济人无命，目前嘛无法度查证。外电引用联合国的数字，讲有超过460个人红台死，嘛有报道讲已经有高达2000人死亡啊。公司新闻施家人编译。来讲，荷兰国会大选选票已经开98%，中间派民绿绿党领先。伊的领袖38岁叶腾，伊真有希望成做荷兰上少年第1个同志总理。荷兰中间派政党领袖38岁叶腾，在支持者的欢呼之下，行到造势舞台中。荷兰提前举行国会大选，投票第29正式启动。根据已经开出来98%票的结果显示，讲叶腾所属的民绿绿党是摕到真惊人的成果，在众议院150席内面，和极右派反移民政党自由党同款，拢摕到26席。但是荷兰媒体预测讲，民绿绿党会有更较侪席，叶腾有可能变做荷兰史上上少年。而且是第1个公开表态是同性恋的总理。不过叶腾的性向在竞选过程中并无变作人注意的焦点，因为大家拢知影荷兰一向拢是真保障 LGBTQ。We hebben vandaag de beste uitslag van D66 ooit neergezet en we zijn misschien wel de grootste partij van het land. Miljoenen Nederlanders kozen vandaag voor de positieve krachten en voor een politiek waar we weer met elkaar vooruit gaan kijken.
自由党领袖的华尔德斯因为反伊斯兰、反移民在保守立场，封叫做是荷兰川普。虽然伊的政党目前和民族绿党的席次同款，但是已经比顶摆大选61席。专家分析，自打人民意见的领袖在野的时阵，声势定拢真大，但若是掌权支持度却真歹维持。华尔德斯讲，那最后是中间派的民族绿党赢上侪席，也听主导的内阁将有可能会甲自由党排除在外。 Als dat zo wordt, dan heeft hij in ieder geval een hele grote en sterke oppositiepartij tegenover zich. Want we zijn het ongeveer met alles niet eens wat hij zegt. Maar zover is het nog niet. We hebben het nu nog alleen. 根据选前的民调，民族绿党在过去的1个月内，在5个主要政党内面，对第5名爬起到第1名，除了一直传正向的能量和活力，希望荷兰会当把负面政治的影响淡掉。嘛，在竞选期间，承诺讲会解决欠大的所在，投资教育和应对移民的问题。公司新闻新乐报编译。 咱台湾已经是超高龄社会，时代医疗服务长期照护这个需求是愈来愈大。不过，这毋但关系到技术语言嘛是关键。台北医学大学甲台语老师的合作，编出国内第一本长照台语的这个教科书，佮有台语来录音，就是要互其他照顾服务员甲医护人员来做参考，打造台语友善的照护环境。 穿白衫的这位是邮帮员，做长照服务13档，替时代秉性饲饭、洗身躯，对伊来讲拢是真实手的工课。唯一一件让伊非常苦恼的代志，就是用台语和时代沟通。可能阿嬷之前是疫情的时候要戴口罩，所以说阿嬷烫口罩。 烫是可能是台语，或可能阿嬷就说烫口罩，她就把裤子脱下来，然后就开始跑。那所以服务者就说：“哎，不是，我是要说把口罩脱下来。”这届伊专工转来母校台北医学大学，找伊的教授老方做请教。老师和伊有同款，有真深的体会。伊感觉真真侪人无法度用母语和时代讲话，尤其是即摆学生，可能连听都听无啊。 不管是医用台语或是牙医台语的课程，那过去有开设护理台语。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课？就是因为我们发现非常多的同学是不讲台语的。因两个决定合作编一本合作长照台语的册，因先找10几位技服员来收集。普通时啊，伫咧工课场拄到的情景对话、台语名词和台语用句，然后请台语老师周家燕来改写做台文字，写罗马拼音，加上台语的录音，完成这本有声音的长照教科书。教册上惊就是严肃、严格，搁死定定。所以，阮希望这个课本是编做剧情的，就是讲讲啥物，阿嬷讲啥物，因就当学甲做好。这本册未来会用伫咧医护人员的课程，老师也讲，对时代来讲，长照毋但是身体照顾尔，语言的陪伴更加重要，也较有温度。所以讲台语是一件真珍贵重要的代志。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 日本做苏式因的传奇人物小野利郎是第一个大米其林3星的苏式师傅，也全世界3星总铺师当中，伊上届聚会满100岁。也小野利郎讲，伊食到老做到老，无拍算码，完全退休。互人叫做苏式之神的小野二郎，离奇过100岁生日。日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推荐颁奖状介祝寿。小野様、はい。100歳、来月お誕生日ということですが、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伫咧苏式界就敢若神共款的小野二郎，是第一位摕到米其林3星的苏式师傅。伫咧伊的苏式店连续12年摕到3星了，以93岁128天的年纪，创年纪上大米其林3星总部师金氏纪录。だけど夢だったって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よ。これやったらいいんじゃないって夢でしょうね。 2012年的纪录片，和迄当阵年纪86岁的小野二郎将这苏式男神，伫全世界称昂。7岁学西啊，25岁将这苏式师傅，自迄当阵开始，一粒苏式的手就拢无停过。1965年，小野开家己的苏式店，数字屋乔治郎。虽然只敢若10个聚会。 因果拢正信心的捧上好的料理互人客，而且无分你的身份悬低。像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加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来吃，嘛拢爱抢时间。My impression of him was one of a teacher, and a fatherly figure to all who were in his restaurant. 虽然年岁有啊，因过苏式之神无愿意退休，讲活到老做到老。今でも歩かないと
だんだん腰が弱ってきますので、毎日歩くようにはしております。这几年老师傅职能会特别的人去念书时，虽然无逐工来点的，已经教好伊的后生花，不过就是无退休。100歳になっても働けたらなるべく働くように働くことが一番薬だと思います。顶个月小叶伫咧敬老节的时阵讲，要搁再做5年。不过伊的后生讲，伫老爸看到日本上长退休的男性113岁过身的消息了，已经甲伊退休的年纪搁再向后壁延。公司新闻林义祖编辑。感谢收看，咱再会。